今仔日我用一个新的段落，用路德记来做11月份讲道的内容。路德记拢总有4章，无长。你若是看旧约的圣经，伊头前是士师记，后壁是撒母耳记，所以即个路德记伊真特别。你若看咱旧约圣经的顺序，你大概就会当知影，遮个发生的年代，就是大概是啥物货。咱旧约圣经内底创出我拢用国语背吼。创出利民生，苏轼德萨萨，王王该该，拉尼斯，博斯真传歌，这是咱古约的顺序。创出利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拢照顺序的。所以当你若看到路德记，伊是放伫士师记的后壁，你就知影，这个事件大概发生伫士师记的尾啊。然后伊伫对头前，撒母耳记的头前，撒母耳记开始就是咧讲扫罗王，就开始要进入犹大国、以色列国的国王的时代。伊对扫罗，伊对大饼，伊对扫罗文王伫遐一直讲的。所以即个路德记放伫即个所在，咱大概就会当知影，伊拄好放伫伊的发生的年代。差不多是伫大饼出世前的100年，但是啥物人写的，唔知影，无解清楚。若是用主后用西元来算，大概是自主前1140年。即个数字无真准哦，大概是迄个时代安尼尔。但是若根据着咱路德记第1章第1节，伊所写着的。伊讲，当士师办正事的时，迄个地拄着饥荒，因为迄个所在拄着饥荒，所以咱的主角就是，毋是主角，咱的主角是路德。路德的大家叫做以利米勒，伊叫做以利米勒。即个大家，即个以利米勒转娶着伊的某，叫做啥物？拿俄米，伊是犹太人，这拢犹太人。然后伊有2个囝，一个是马伦，一个是基连。因4个人全对犹大地去到伫摩押地。其实这就是移民啊，因就是移民出去啦。因出去到一个新的所在。问题是伊地毋去，谁要去摩押地？因为摩押人甲犹太人是对敌，伊是对敌，即个2个毋是好朋友啊。伊地毋走，伊要走去遐。我想，伊上界主要的考虑，就是因为因拄着饥荒，所以啥物所在会当有通食、有通活、有通生存，伊就对迄个所在去。然后伊去即个所在拢总偌久？10年。照着咱的圣经所写的，因去迄个所在10年。10年的中间，2个囝马伦、基连，拢各娶一个某。圣经敢若写一个尔，写娶一个就死啊袂赴娶第2个。马伦的某俄尼巴，伊是摩押人，所以因是娶在地人，在地摩押人。即种代志，若是伫犹太、以色列，敢有互因的人欢喜？无哦，因甲日本人、韩国人足相像的哦，因无咧娶外族的哦，基本上是安尼，无咧娶外族的。若娶外族，娶入来，你爱做2项代志。查甫的安那行割礼，查甫的行割礼，过佫爱守安息日，所以你才有算是因犹太人。所以若是伫犹太教内底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必须爱先成做犹太人。伫犹太教内底，你若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必须爱先成做犹太人。但是若伫基督教内底，你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你敢有需要先成做犹太人？无。所以咱是用着家己的文化，带着家己的风俗，用家己的语言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上界大的差别。然后伊第2个囝基连娶着咱今仔日圣经内底所讲的主角路德，伊嘛是摩押人。但是10年过，伊利米勒
马伦、基连拢死，拢过哦。所以即个家庭剩啥物人？剩3个查某人，敢有囝？无囝。我想对着一个移民的家庭，移民10当了后所剩落来的情景是亲像即种的。我想这是一个互人真心疼的故事。所以伫即个中间，拿尔米转甲伊的2个新妇讲，甲俄尼巴甲罗德讲，恁着转去，转去你的所在。你进伫即个所在，因为拿尔米甲伊讲，我要转去犹太地，所以恁2个新妇拢是对摩押地来的，转去恁的本族去拜恁原来的上帝，因为我的上帝无眷顾着你的幸福，我足悲惨的，即个拿尔米足悲惨的。我想要转去我家己的本乡本地，找我过去的亲情，互我是毋是有法度伫迄个中间继续活落去？然后恁2个，恁家己行家己的路。假使你会当拄着好的对象，人爱甜你就来嫁。拿尔米一开始伊是安尼对2个新妇讲，所以即个俄尼巴伊就讲好，伊要转去，所以伊真正转伫迄个中间。转转去到伫伊的所在。但是对伫拿尔米对伫即个路德，就毋是安尼啊。我想这是一幅图，即个是拿尔米，叫看卖，即个是啥物人？即个是路德，因为伊毋甘即个大官，伊毋甘即个大家。大官是查甫的，我到今个分袂清楚。即个就是大新妇，所以伊足艰苦、足伤心，就转去啊。即个路德就甲伊的大家做伙转去到犹太地。我想这是即个故事开始的所在。伤紧，我还袂讲到遮。所以对着因来讲，这是一个真伤心的感情，因为因做伙去到迄个所在来拍拼，因做伙辛苦伫遐要讨生活，这毋是出来度假，这是因为本地有饥荒，所以因才会离开因原来的所在，来到伫即个所在。但是查甫人死，所以因无法度生活，所以检菜对因来讲，即个家庭因有愿意共患难。但是因无法度做伙享受家庭的甘甜，因所留落来只有人甲人之间感情的毋甘。我想即种的情绪，即种的感觉，互人真看袂落，所以舍不得。我伫遐写讲，舍不得拿尔米是一份不可承受之轻。即句话其实是对米兰昆德拉的迄个小说内底出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米兰昆德拉所写的迄个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伊讲的就是捷克受到苏联军队甲伊欺压，所以迄是布拉格之春啊。苏联的军队全入去拍迄个捷克，捷克的知识分子全为着要活命，所以因拢总走去其他的所在，其中有一个查甫的甲一个查某的。因伫遐所发生的爱情故事，所以伫迄个中间，伊所用的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足艰苦去承担的啦。即款的故事到伫今仔日还搁在发生。伫台湾的社会，真有一句话叫做“北漂青年”，敢捌听过？你若有在看迄个？台湾的雅虎的迄个网页可能你会看到即个北漂，也是北漂青年。即个北漂，即2字原来是对中国来的。伊原来意思是，伫中国有真侪青年为着要去北京讨生活趁食，但是因去到迄个所在，因若要煞就搁有迄个迁徙证。所以你不管是你住伫地，去到北京。你若无迄张迁徙证，你去到北京，全部都是黑户，
意思就是你的户籍无法度设伫遮，除非你有迄个许可，互你会当伫北京设立你的户籍。啊，若无，你就是黑户，你无法度伫遐定居。所以这种的人叫做北漂，去到北京，留在北京却漂泊不定。但是这个名词进入台湾，尤其是进拄好要选举，我伫遮毋是要讨论选举，但是我伫遮要伫遮，互咱看到讲台湾有即个议题。伊讲台湾看到北漂这字，伊的意思是南部青年漂而不得法。听就知影，这咧讲对选举，高雄啊，我高雄足侪青年去到台北去拍拼，然后伫遐无法度转去到高雄，是因为高雄无有够野的工课。事实上，即种的心理伫过去啊，伫一寡民歌，还是一寡流行音乐内底，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伊嘛捌讲到，伊是讲鹿港中华的一个青年要去到台北拍拼。啊，若到我的时代，就是林强的向前行，我要来去台北拍拼，我毋知咱敢捌听过吼。啊，伊咧讲的就是，伊迄个 MV 吼，拄好伫台北车站第一摆台北车站新的台北车站落成，啊，怎互伊拍即个向前行的 MV。啊，然后到伫最近，佫有一个就是黄明志的《飘向北方》。我想，遮个人因所讲的，拢是一种北漂青年。我无法度伫我家己的故乡来探食，我必须爱去到伫外乡市，甚至现在爱去到别个国家，甚至是我想要转去到我的家乡，总是我无法度。但是对着台湾的青年，有诶可能去中国，有诶可能去出国。啊，若在座真侪人可能迄阵是因为留学生出来。所以我想，即款的心情对咱来讲无生分啦。因为大部分咱在座的人，拢是经过即款的心理，离开家己的故乡，然后伫真生分的所在，要找到一个趁食的所在。北漂青年伫一出电影内底，伊嘛捌讲到，就是《海角七号》。海角七号内底有一个上批，咱毋知会记个，叫做阿嘉。即个阿嘉伊也真趣味。即个阿嘉原来是去台北拍拼的青年，但是敢有成功？无，伊无成功。所以台北拍拼无成功，最后失志，转来到伫屏东的所在。然后到屏东的所在拄好有一个临时的工作，就是做邮差送批，所以伊罔送。结果毋係安怎送的？我毋知咱敢会记起迄出电影，其实足侪批拢镰刀，伊拢无甲送出，拢徛等遐干，叫因爸看到，因爸转替伊送。然后伫迄个中间，全送着一张足特别的批，就是伫日本时代，日本人要转去发生一寡故事。即个阿嘉，伊可能嘛亲像咱一遮所讲的北漂青年，然后台湾的政府。其实毋是拢无咧做，只是有做无效果有一寡农委会农委会有一寡计划我知影就有飘鸟计划，意思就是要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出去，你忙伫外口找头路，你转来到本地种田的所在，然后你会当贷款，嘛是爱贷款你爱贷款去种物件，所以伫阮台南甲高雄迄边大寮遐都有一个青年，伊咧种往来，伊咧种往来。结果伊讲伊第一摆种出来往来甲泥鳅平大粒泥鳅偌大粒？泥鳅就比拳头较大粒尔嘛。伊讲伊种出来往来甲泥鳅平大粒伊讲种隆中了之伊也毋知影迄落往来要安怎种，但是伊就是拼咧种。然后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一直想要转去到伫家己的故乡。是安怎遮个人遮尔意爱要转去家己的故乡？我想对咱来讲，可能嘛有即款的心情，即款的心感，即款所意爱转去家乡，总是无法度转去迄款舍不得的感情。对伫路德来讲，路德伊要转去，伊毋转去，他两面不是人。即个路德是对人，无压啦。所以伊若对伊的大家，
拿俄米转去到犹太地，伊是去到外国。对伊来讲，伊放袂落伊的大家拿俄米，但是伊可能嘛放袂落伊的土地摩押地。对伊来讲，伊若去到犹大，伊是对本国人变做外国人。伊若去到迄个所在，伊是对故乡去到异乡。我想真侪人伫迄个中间，拢有真侪冲突、真侪矛盾、真侪伫心内，还佫有放袂落去的。就算讲咱今仔日在座伫遮，包括我在内，阮爸爸嘛还佫伫台湾。我想咱中间真侪人，还佫伫遮咧飞，嘛是因为台湾还佫有放袂落的人，迄款的心情，迄款的感情，无遐尼简单讲，我要放就放。但是即个路程又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当伊的大家拿俄米要甲伊讲，你转去你的本乡，然后转去你的神明遐个时，即、个路程甲伊讲啥？伊讲，请你莫苦劝我离开你，你莫叫我离开你，你莫叫我转去无对你，你对倒落去，我也要对倒落去。你伫倒落大，我也要伫倒落大。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想伫即个中间，互人看见路德伫即个所在，伊有可能嘛会面对咱你甲我心内迄款的挣扎，伫本地甲外地，伫故乡甲异乡中间，伫遐毋知要安怎做选择。但是对着路德，伊已经做一个选择，伊选择啥物？我的大家啊，你若要去对，我就对你去对。但是事实上，是安怎拿俄米无爱伊对？因为伊转去伊的故乡了后，其实伊无法度保证伊的日子会当过了好。即、个路德对伊，只不过是对一个乞食变做两个乞食而已。然后，即、个路德就搁要服侍伊的大家。我想一个查某人一生的青春有限，所以伫即个中间，路德伊做即种的决定，甚至伊讲：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伊伫遮所决定的，毋是讲我要对我的大家拿俄米来行，伊甚至决定讲：你所相信甲军队的上帝，也要成做我一生相信甲军队的上帝，甚至。你死伫倒落，我也要死伫倒落，葬伫倒落。只有死会当互你甲我来分开，也无愿摇花担当结缘缘。而且，即几句的圣经节，我上届看到的，互我看到的字就是，伊用对一个上帝的名来咒抓，耶和华上帝。因为伊已经认定耶和华上帝就是伊的上帝。我想路德伫即个中间做着一个真困难的决定，但是通过差不多咱看的即几句，咱嘛会当知影路德伊的心非常坚定。你去倒落，我就会对去倒落；你死伫地，我嘛要死伫地。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我想伫即种的情形下底，因真正转去到伫犹太地。我想对着人出外去到伫一个所在来讲，你若要伫遐得到产业，你爱伫遐拍拼，你爱心定伫迄个所在。落地生根。幼芽开花结籽，这需要时间。这毋是3天2天、3年2年，也是半世人，你就会当解决，然后得到真丰盛的产业。我想，若对着有财产砸来的人来讲，可能是一回事；但是若对着因为饥荒爱走出伊的故乡去到异乡的时，你无开会遮的时间，你真歹伫迄个中间，
来得到你伫新的土地、异乡的土地，会当得到你会当享受的产业。花若要开，爱时间。伫顶摆查经的时，咱有讲到无花果，我顶礼拜有讲到吼，咱伫查经的时有讨论到迄个无花果，无花果敢会开花？会，无花果会开花，伊的花伫倒？伊会先结果，然后花开伫果实内底。伊会留一空，爱互芳细只的芳会当伫迄个所在授粉。所以恁兜的无花果若袂开，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无花果爱种5冬以上才会开，才会结果子。第二项呢，就是你附近没有雌性、雄性的花会当伫遐授粉。恁兜若搬2丛雄性的无花果吼。伫遐你要等伊开花吼，你嘛真拼。听讲咱中间就是有人吼，想讲因兜有花果是啊种遮久啊，拢袂开花，到尾才知影2丛拢公的。无花果伊会开花，但是你若无委身伫一个所在，你无法度得到迄个果子。路德伊检采毋是为着要得到产业。所以，伊才对伊的大家转去到犹太地。我想，伊是为着人情，为着伊所放袂落的即个大家。但是，即个路德，伊所做的决定，也互伊愿意委身伫拿俄米即个人的身上，甚至愿意委身伫以色列民族，委身伫耶和华上帝，委身伫以色列所有的百姓的身上。将因的人看作是家己的人，路德伊有即种的委身，所以才互伊的后半世人有一个真无共款的结果。这会伫咱11月份第3礼拜的讲道内底会去讲到。但是今仔日咱伫信仰顶悬，若无委身，咱无法度伫上帝面前来得到祝福。咱来委身伫对。委身伫上帝的顶悬，咱来委身伫对，委身伫上帝的百姓，咱来委身伫对，委身伫伊的教会，咱来委身伫对，委身着伊是咱一世人唯一的救主。所以我的目睭所看的，我所欣赏的，我所喜爱的，以及我所跟随的原则，拢在伫耶和华上帝。路德伊今仔日做到一点。所以，互伊伫伊世间的日子，伊对拿俄米转去到伫以色列家族内底，伊得到一个非常无共款的非常无共款的结果。若是用即张图来看，这其实是第3礼拜的讲道的内容。以利了伊的大官过身，马伦。大伯过身，基连伊的翁过身，然后即个路德，伊因为对拿俄米转去到犹太地，所以伊另外熟悉着一个人叫做波阿斯。然后即个路德甲波阿斯全重新组一个家庭，生一个囝叫做俄比德，然后孙叫做亚西，亚西就是大卫王的老爸，大卫王就是后来耶稣。会列祖，意思就是耶稣对大卫出，大卫对亚西出，亚西是对一个摩押的阿嬷来出。亲爱的兄弟，假使今仔日咱无伫信仰顶悬委身，你搁找较济教会，拢找袂着你所满意的教会。今仔日咱若无伫咱所徛在的土地委身，咱无法度伫咱所徛在的土地来得到产业。今仔日咱若无伫咱所做的服侍内底委身，咱无法度伫服侍中间看见着上帝的快乐。咱今仔日若无伫咱的信仰内底委身，
咱无法度得到上帝引带咱行人生道路所需要的愿望，甲所要行。今仔日伫咱生命中间，咱需要亲像路德共款，委身伫伊所听的迄个人，委身伫伊所愿意听的迄个土地。无论是摩押地，还是犹太地，无论是加拿大，也是台湾。假使今仔日咱只有用一个闪瞥即个世间，逃出所有一切困难的心态来选择咱的路的时，咱永远无法度伫咱地面上的日子得到产业，无法度伫咱的信用顶悬得到祝福。今仔日独独咱爱伫即个中间重新亲像路德一样，讲上帝啊，你予我的教会就是上好的教会，无论我会为着即个教会付出偌济祈祷。上帝啊，你予我的即间教会就是我要服侍的教会，无论即间教会到底有破烂。上帝啊，你予我的即个土地就是上水的土地，我就是要对即个土地来承接你所赏赐我的产业。上帝啊，你予我的家庭，无论伊安怎甲我讲话，总是伊就是你所交托予我的产业，我要好好管理听伊，来回应你对我的听。今仔日咱的重点，毋是咱会当拄到偌好的境遇，毋是会当伫咱生命中间有偌尔水的景色。今仔日的重点是，咱愿意伫咱身躯边的人所徛在的土地，以及所听到的道理、所信的教会内底，咱有偌济委身伫迄个中间。若无委身，咱一世人无法度伫信仰，无法度伫土地顶悬得到产业。若要委身，咱有可能爱亲像路德，爱有真济的选择。我到底要伫异乡，还伫故乡？我到底要伫我所喜爱的迄种人的身上，还是我无喜意即种人？总是我知影我爱听。亲爱的阿姐，一世人若无委身，咱所行过的路拢总是坎坷。这毋是对你的挑战，这嘛是对我的挑战。做一个牧师，有机会去到无共款的教会，但是无一定会当拄到会当委身的教会。一个牧师上界悲哀的就是，一世人牧会30年，最后退休的是找无一间教会通做礼拜。一个人上界悲哀的就是，愿意跟对耶稣基督一世人。总是到伫人生路尾的时，无感觉上帝恩典束缚伫我的生命中间。亲爱的兄弟，这毋是你的挑战而已，这嘛是我的挑战。这是咱每一个人伫面对咱的生命所要行的路顶悬所需要拄着的挑战。咱到底有愿意偌济委身伫咱手里所有的物件，无论迄个物件。是咱看做好，还是互咱心真难过？路德，伊对着拿俄米，转去到伫犹太地了后，伊的人生开始无共款，总是无亲像我讲的遮尔顺遂。伊着去捡麦穗，伊着去想足济办法来引起伊的大家拿俄米。总是后来，咱会伫第3礼拜的讲道，我想咱有机会听见。上帝赏赐路德，伊生命中间的贵人，然后互伊即个人摩押的女子，伫犹太以色列国内底，成做一个尊贵啦。愿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愿咱愿意委身伫咱目睭前所看见，就算讲伊看见是亲像是一个石头，总是上帝可能互咱的手中的石头，成做一块好石壁。三工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摆咧阮的困境。阮对
阮每一个人对阮家己的人生，拢有无共款的计划。阮嘛有阮上界意爱的路，想要来行。假使若会使，阮真意爱阮所行的路一帆风顺，无烦无恼。总是事实上，伫阮所行的路顶悬，常常毋是安尼。主，阮只有看到阮家己的心，伫无共款的所在漂流不定。阮只有看到阮的心，伫你所赏赐阮的恩典甲祝福的顶悬，经动经在。主啊，赦免阮的罪，赦免你赏赐阮的自由意志，成做阮滥用的权利。赏赐阮伫你的面前，常常用阮的意思向你恳求，期待要成做你的意思。赦免阮的意志，常常要超越你的意志，来行阮人生的路程。主啊，求你怜悯阮，投放阮的心。求你，互阮伫所行的路顶悬，毋是对阮，乃是对你。求你，互阮毋是照阮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求你，互阮的心搁一摆定着伫阮所徛在的土地。阮确信你引带阮来到伫即个所在，的确有你水的旨意。阮确信你的确要通过阮在座每一个人，成就大事，伫阮所徛起的所在。主，阮犹原对着阮台湾的乡土所发生的代志，真侪事来挂虑，来烦恼。无论是阮的亲人朋友，无论是台湾故乡选举，还是经济的发展，阮拢要阁有阮放袂落的心情伫迄个所在。主啊，总是恳求你，互阮更加学习委身，伫你所赏赐阮头前所要拄着一切的挑战。主，你爱阮去对，阮就去对；你爱阮做甚物款的器皿，阮就欢喜来成做迄个器皿。你爱阮行远东，阮就欢喜来行；你爱阮行远西，阮就勇敢来跑走。你爱阮成就甚物款的事，做一个老师，阮拢顺服。只是恳求主你赏赐阮教野的气力，来做即种的决定。互阮伫军队中间需要的气力，求你对天顶赏赐伫阮的中间。求你改变阮的个性，求你改变阮台湾人的性质，求你改变阮台湾人伫即个所在过去的20年、30年，甚至是搁较久的时间。无法度，大家同心合一伫上帝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改换阮的心智，求你改换阮的人，求你互阮愿意对阮家己讲，对当开始，我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愿意为主来使用。主，阮伫遮，你差遣，阮就去。愿你通过阮伫你面前的委身，求你赐福伫阮的中间。求你，互阮无失落伫阮家庭中间的每一份子；求你，互阮无失落伫阮人生所一切的愿望甲所要追求的理想；求你无互阮失落伫你的面前，通成做你所欢喜的器皿，伫人甲人的中间，成做阳光的见证。愿你的神甲阮送到伫地，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伫阮所行、所跟对你的脚步的顶悬，你拢赐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